今天带来比较多法国的一些礼物啦，对，因为这次主要还是去法国。我们通常都是这样哦，从小奖开始嘛。就我有答应说我要从法国带铁塔回来。好，铁塔哦，这样。铁塔真的成了法国一个很重要的地标。它18世纪工业革命的时候，法国用铁做了一个很大的艺术品，就是铁塔。然后它已经成了一个浪漫的标志了。我们说看看谁是第一个得奖的是。好，22号。双喜临门，22号，有吗？有呀。恭喜恭喜！那边很旺，那边很旺了哦。好，OK。好，刚刚是银色，我们是要送金色的，好。还有，对，铁塔越来越多了，我们从小的，50号有吗？还是他也掉了？哦，有恭喜恭喜！缘分啊，缘分。对，谢谢。铁塔很多还是我大家分一分好了。好，没有了，就这样而已啦。25号有吗？哇，那边很旺咯，2个了。哇，上面到这个铁塔上面还有写巴黎一样。好，争取时间，我们快点送出去好了。来，新的报告就是送礼物出名的，你知道吗？18号有吗？有恭喜！都是右边这边的，都是靠我右手边的。谢谢。你们左边的有没有基因的啊？你们都没有看到。多做一点善事好不好？怎么都没有抽到你们左边这边的？看一下这张是不是46号有吗？真的，有46号有。恭喜！谢谢你们。还是你们左边的都要小的都要抽完，都要抽大的时候你们才要那个某种。刚刚22，现在23，连号的谁？哇！恭喜！谢谢。那好，故意留2个小的，我们最后抽看谁比较厉害，当大奖。那我直接抽大的。好，大铁塔呢？到底谁会抽中呢？49号，谁？49号？哇，中间的比较旺我觉得中间的，你常常做善事很好，谢谢，真的故意留2个，这边有2个比较特别的硬币，然后是在法国有一个教会叫圣母院，也是拍达文西密码的那个教会，然后我就想说好啊，因为我也是信耶稣的。于是我就奉献了，可是他很妙，他奉献的时候，奉献他还会给你硬币，对，然后就奉献很多，就很多硬币，然后就想说这个就是得到的纪念品，然后也跟朋友分享，对，上面有圣母，然后后面有那个它背面是那个圣母院的那个正面，好，看谁有爱心抽到我奉献的硬币啊，21号，哇！21号嘞，真是很哇！21、22、23都中了，你知道吗？连号，是你吗？你买2张票是不是啊？真的，你们有做善事，有，谢谢。我们也有。你们也有，不过你们是后面后面。他们做的比较小，你们做的比较大，是这样分吗？不晓得。来，66号，66大顺，66，有吗？66号有恭喜！哇哦，你们是那一区的代表，恭喜！这硬币
好，接下来就要送比较特别的，因为我今年的宣传，我还蛮感谢我的设计师帮我设计很多网络上的宣传，这样，因为以前在图腾那个时期，我们都不太会经营网络的听众，我们就当做我们的听众都不会用网络。然后这是有设计师帮忙在网络上的宣传，反而变得比较有，我觉得有效果，这样让很多本来只有听过我的名字的人都愿意来听我唱歌。然后我们设计师有一个习惯，他就是因为我常常出国，这样他就说到每一个城市就帮他买杯子。他也很奇怪，因为他们设计可能都在熬夜，都很喜欢喝咖啡，就是我买星巴克的杯子。你也知道，在台湾买星巴克的杯子很贵，对不对？在温哥华买更贵。这是应该是Vancouver的他们城市的纪念碑。我发现这个星巴克真的是太厉害，全世界都有。可是它里面的咖啡券，我不知道在台湾能不能用啊，我不晓得，反正就是一个Vancouver温哥华的杯子。好。杯子很多，来吧，要嚼久一点哦。可是头已经抽出来了，我再故意嚼这样，还是他。很紧张的，这杯子很贵，所以他赚到了。30号，30，哇哦，哇！你看你们那边做的30比较大一点呢，恭喜恭喜恭喜，谢谢。好，那我还是送一个，可是大奖哎，你慢点好了。我去法国这样，然后在法国其实他们通告排很忙，然后有一天晚上我真的受不了，我很想要出去玩，然后晚上法国其实没什么地方好去，刚好遇到他们的欧洲杯的那个足球赛的预赛，法国因为前阵子都输得很惨。不过这场比赛对他们很重要，就那天他们踢赢了罗马尼亚，狂欢派对，然后在那狂欢之后，我就你知道吗？狂欢，你知道人是失去理智的，我就买了这个围巾了。不过他们上面就有法国队的那个吉祥物公鸡，然后上面它也是这个法国队的那个围巾。好，是有在看世足赛，好吧？狂欢是买东西，我觉得应该。来35号，35号有吗？哇哦，恭喜！哇哦，恭喜你！你一定中很多34。好啊，送什么？好啊，我要送这个啊。它是普拉的大衣子，然后是。要给你们看礼物啊，还是让他永远就藏在普拉德的袋子里面就好。然后呢，也是一个杯子，法国的巴黎的杯子。那巴黎已经成为整个时尚、整个法国的代表，所以只要印到巴黎这2个字，不是2个字啊 ，Paris 是1、2、3、4、5个英文字，就成为他们很当地的纪念品的代表。对我也是因为。这是我第一天买的礼物，对，就陪同其他的礼物是那时候狂买的，那时候想说啊，新的报告买好一点，因为温哥华礼物送的还蛮开心的，对，然后就买了一个，但是 Prada 真的是一个很奇怪的牌，那时候刚好我的朋友他们在法国买名牌，我就想说，那 Prada 袋子给我，至少我可以礼轻情意重了，好不好？来，看谁得奖的是29号，哇哦，29，哇，今天抽到都是连号哎，真的，怎么办？你们都没得哎，不，我们先送大奖好了，大奖。